全国语文竞赛今年伫新竹市举办，即马本土语言毋但有正正式演说，即回本土语言的部分，要增加本土语文剧场的比赛，咱做伙来看。一年一届的全国语文竞赛，12月初特别伫新竹市起鼓，总共吸引2437个选手报名参加。今年为特别提升本土语文教学的生活化，比赛项目特别增加本土语文剧场比赛。 希望学生结合剧场表演，让语文更加趣味。是叫台湾区国语文竞赛，那是为了推展国语。那现在呢，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把我们的本土语言闽南语、客语、原住民族语都列入我们的竞赛项目所以同时也为了要提升我们的多元的语文能力跟我们的学习兴趣。本土语言唔那是台湾人的母语。 更加应该是大家平常时生活内底的语言，要安怎推广母语本土化，先做目前上重要的目标。以文会友以就高下，激发出最好的成绩。最后希望在12月3号、4号的时候，每一个参赛者来到新竹，除了可以得到这个好成绩以外，也希望他们都能够来一个文青之旅细细的品味我们新竹市年轻的古城。主办单位教育部除了希望透过语文竞赛。 让学生对家己的母语更加重视，也打造出更加好的校园本土语文学习环境。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